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股市，昨开市开出着红盘大起了后，今仔日延续着气势，伫9点半左右，冲起哩16429点，搁来创下着历史的新高。也毋过随后卖压出浪，一度来冰乌，进前带头冲起哩半导体类股嘛来打乌云，也毋过伫传统产业甲航运多单持续回补之下，上尾也是起62点。以16424点来收盘。分析师认为，目前台北股市多头的态势并未来减弱，外资的动向嘛明显看好着台湾产业的发展。有发财水，台股今日延续开红盘的气势，以小起14点开盘，指数到16376点。9点半左右，更加冲起16429点，这是历史的新高点。也毋过后来因为电子股的修正，指数抹冰乌，加在伫传统的产业股、航运股、金融股的带头之下，徛在16400点。只要不出现带量中长黑，乃至于从中长期的角度去看，没有这个资金缩减这样的一个疑虑的话，整体的这个多头的表现还是会相当的强势。台积电、联电甲联发科等等半导体类股，因为去伤济优惠，伫平盘附近伫起落，这就是金融股由富邦金、华南金带头起价，航运股像这中盈、阳明嘛超过2%，外资嘛回头。全世界上大避险基金桥水中心加码台股 ETF， 一直到2020年底，持股已经到1485000股。另外，大摩高盛嘛拢加码台湾的指数股票型基金。国际市场乃至于台湾的半导体的族群，看起来相对是蛮强势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外资是采取回补这样的一个策略。从昨天的买超的动作已经高达200多亿。台股新春牛气冲天真旺，也毋过都要好好景，目睭表金任何名，安尼投资才会趁钱。